乾書6點方向，條絲巾咧一短一短咁，好似糖窗簾咁掹上嚟，向後邊方向望，前奏2拍，前舞 A， 1、2，下巴收入嚟，3、4，點落去坐5，放晒條巾落嚟，6、7、8喺9點方向，2，蹲低踩左腳2，回過右邊翻12點3停成，推高係5，回後係6，慢慢挨7、8，完咗右個8拍，前舞 B， 蹲起1、2，開右腳3，冚落嚟係4，穿過去踩左腳5，右腳開始走打打並6，向上望7、8，點隻左腳出嚟，個人向翻6點1、2，手打個圈3、4，推個胯出5、6、7，回翻隻右腳向咗11點停8，完咗前舞 B 唔跳啦呢個，跟住踢踏1、2，收起3、4、5，翻身6，右手走7、8，交叉2停2，3、4，講腳5、6、7、8，完咗第一段就係唔會重複㗎啦。呢家咧佢踢起1，收個手腳翻嚟2，踏點3、4，拋5，接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，飛高5、6、7，有個定身8，收翻落嚟，完咗第2段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喺個頸嗰度8、1、2、先去右3，短翻落嚟，回隻腳踭4，右腳走5、6，踏點7、8，再重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有粒星收落嚟係1，點上去係2，盤滿轉3、4，掉翻落嚟5，跟住慢慢帶上去6、7、8，跟住接翻晒前舞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間奏呢一次要擺落嚟呢個位係8，跟住一踢佢開始係完1、2、3、4，一樣嘅，接翻第2段。好在前舞 A、B 1、2、3，係連兩次，加粒星轉翻晒前舞再接第2段，2就係3。當做翻晒2次3翻嚟之後咧，要加個間奏，最後令身喺呢度，右腳1、2係6點3、4，右後坐5、6，左後坐7、8，重複2、2、3、4，右後點5、6，今次做翻呢個令身，唔使再點啦，7、8，再做多1次3。輕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，踩左腳2、3、4、5、6，挨後，全部完畢。